望住狗狗，佢望住你，然後你輸咗。你本來話唔俾零食，但佢望你嗰種眼神，圓碌碌、大大隻、閃閃發光，再加埋擺下尾、低下頭，你心入邊就冇晒招。最終呢，零食拎咗出嚟，沙發位又俾冇霸嘅。狗狗唔識講嘅，但點解佢哋操控到你嘅反應係愛你，定係識玩心理戰？從行為學角度講，狗狗對人類情緒嘅掌握唔係單靠經驗，而係進化出嚟嘅本事。狗係唯一一種被證實會主動用眼神同人類互動嘅動物，佢會凝視你、觀察你反應，並根據你臉上嘅細微變化調整自己行為。你以為佢無辜望你，其實可能係一場訓練有素嘅情緒策略。根據2017年英國 Scientific Reports 一項研究，當狗狗知道有人望住嘅時候，佢更加有機會出現擺尾、望眼、做出可愛表情等動作，而呢啲行為佢冇人注意時就唔會出現，即係話佢知道你望緊床，所以演出加強。狗狗最常用嘅心理攻勢包括以下幾招。第一招，凝視。當佢用一種含情脈脈嘅眼神望住你，其實係刺激你腦內釋放催產素，即係所謂連結荷爾蒙。人類對呢種眼神特別嘅抵抗力會自然產生親密感同保護欲。研究發現，狗狗注視主人約30秒以上，雙方催產素水平都會上升，情感連結加強。第二招，低頭但眼望上。呢個經典動作唔止得柴犬識做，幾乎所有狗狗都用嚟討你歡心。呢個姿勢結合服從、脆弱、可憐等嘅信號，有時仲會加個細細聲摸一下，進一步強化你嘅內疚感。第三招，擺尾但唔喐身。佢唔行埋嘅，只係搖尾巴望你，其實係一種試探信號。我想接近你，你開唔開放我靠埋嘅？你主人一旦回應咧，狗狗就會更進一步，譬如舉爪、趴低、輕聲下。呢種逐層進攻模式咧，正正係慢主心理戰。狗狗點解識佢做？唔係因為佢哋嘅我要呃你，而係喺經驗中學到做某啲動作可以令你變得溫柔、開心、主動。佢記住嘅你嘅反應，並重複使用，逐步塑造一套屬於乜嘢操控劇本。咁啊，有趣嘅係主人其實都知道自己俾人攻陷嘅，咁但係甘心情願啦。例如你明知唔應該再俾零食，但係你話諗佢咁樣唔俾，好似好殘忍啦。其實你唔係輸俾狗，而係輸俾你自己被感動嘅嗰個版本。個主人應唔應該反制呢啲心理攻勢？唔一定要抗拒，但係要分得清楚佢做緊行為反應定係真係有需要。譬如真係肚餓唔舒服，唔好錯過。但係如果係每次你食飯嘅就用可憐眼望住你，咁你就要決定係你餵得太多定嘅演得太好。